没问题，也叫没个客栈。侬客栈会面话，很有名的都是侬客栈会面话。耶稣说：“侬命上天了，只有耶稣操你无讲女话，天空多灵否？侬命，你就追在天空的表面，天空多灵否？天空多灵。”多灵否？弄命这个上天了。您就追追，您就追追，这是天空的表面。天空的表面，它就坐在天皇的右面。天空多灵否？弄命，您就追追，天空的表面，右面。天空多灵否？弄上天，命上天了，命您就追追天空的表面，表就是右面，表面右面。天空多灵否？弄命您就追追天空的表面，坐在天王的右面。右面分散几个国家，也要托付我们右面努力向上，誓不待我。祝愿右面学业有成恩，走向文明进步，永享幸福平安。海来永永不海，海来不免平安。